火星進入白羊座，實踐課題分離，讓個人力量覺醒。越過迷霧般的雙魚座能量過後，火星終於要跟那片迷失的自我告別，躍進充滿活力的白羊座，推動着我們重新拾回自己應有的步伐，不為任何人，而是為自己作出行動。火星在雙魚座的時期裡，我們就像魚兒在茫茫大海裡迷路般，順着直覺，順着大火魚兒去游着，有時不知為何而努力，也不知如何去努力。我們無法辨識自己的行動究竟在成全別人，還是在滿足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，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越拼命就越焦慮，越努力卻找不到事情的意義，不知不覺，自我慢慢遠離真正的目標，真實的自我。幸而在火星進入白羊座的推動下，我們將會意識到漸漸明確的邊界感，懂得分清自我與他人的課題，不再胡亂將滿足感與幻想投放到他人身上，也不再因為他人而粉碎自的。如果你期望在人際關係中獲得什麼，最後只會陷入了他人即地獄的境地。只有當你發現自己不必依靠誰也可以活出生命的期許，也不必為誰犧牲為誰內疚，才可以真正地得到自由與自主。不過，火星進入白羊座後即陸續遇上海王星與土星，這將加強了為個人信念而競爭氛圍。特別留意世界及社會也會染上強烈的衝突力量，令戰爭的張力提升，也容易發生集體意外事件。從個人層面來看，火星與海王星及土星的組合亦令人容易陷入劇烈的衝突之中。我們在確立自我邊界的同時，也需要理解到每個靈魂均有獨立課題，在實踐個人意志的同時學懂課題分離，而不硬將個人的信念強加在對方身上，才不會令墜入每天互相審判的地獄。